花莲万里溪帮沙潭半暝已经填出来了，也那剧场变道啊，互大水冲断，害一名保全无顺利跋落去。另外有一名爬山客互大水冲走。受低压带含泄密风影响，台南高雄雨落真大，也传出淹水灾情。台南的大东门一甲北落来，这高雄也车路落落去。有家属指控讲，这新北市某一间护理之家有菜花菌株感染事件，卫生局调查了后无菌株，也无违反感染管制规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之时》AM 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低压带含西南风影响，花莲的万里溪帮山潭呢，这半暝的时阵，水就已经填出来了，流900万吨的水出来。那林保署继续对这溪流发布红色警戒，那溪坡以外所在是发布黄色警戒。另外，秀林乡的水关村呢，也因为这水帮山红色警戒，强制甲居民撤离。这大雨呢，也互落溪的溪水柜涨起来，狱中变多，也互这大水冲甲登去。还再起一名上班的保全无顺利跋落去溪底失踪。那消防局下晡也接到通报，讲有一团4个人的爬山团，本地今仔是要落山，数一名女性的爬山客呢，伫咧中平林道附近，互大水冲走。这救援人员也赶紧去找人咯。万里溪步道一直串流，大水河和帮山河继续溢流。林保署及时搁出动空中摄影机整合溢流水量未细，不过已经比透早减少真多。林保署监测。透早1点到5点水量上大，溢流口下测4.7公尺，流出8万吨的水。坝体还是呈现不稳定，所以下大雨它还有可能会在下切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就是河道红色警戒之外的这些相关的那个区域哈，黄色警戒。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西部大桥已经封桥，万宁乡保全户31户111人，早伫前一天有风声撤离。红林镇伫24早起9点，由环境山道展开有风声撤离44户88人。要提高警戒，抑个土石流，秀平乡水管村河量达标，发布红色警戒，保全户爱强制撤离。都已经准备好了，让那个保存户能够有的吃，有安全的那个保护。大雨一直到花莲县溪步中，其中落溪水势正凶，上海桥中变道中月球差不多60公尺。这便衣保全人员透早出门上班。监视器搁伫5点15分翕到伊穿雨衫骑车的身影，不过同事讲伊无来上班，最后手机也定位伫落溪中，互家属质疑为什么这摆无提早封桥呢？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封桥的动作嘛？我不晓得这次是我们真的家人真的没办法接受啊，好好一个人这样出去就没有了。那我们是怀疑他可能在骑车途中那有跌落的状况。那目前搜救还持续进行当中。大水雨也让铁路交通受影响，对火列车停驶，区间车跨进行机动营运。想要等桃园路客只好加留一暗。原本有订到，是来这边才发现停驶。雨要咧落，受风洪里川出现淹水，有民众涉险骑车去拍开水门。伫花莲市凤川路出现铁道涵洞淹水，车全部拢浸伫水内，害去无法度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南也是有关是落大雨落几落公路，那这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就一部分放落来，加在是无人受伤。除了这古迹受伤以外呢，伫咧永康仁德安南等所在，也拢传出到这淹水的灾情。人个涂骹用价规大堆，一寡砖仔嘛喷甲规世界。咧台南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嘛号做迎春门。每日透早6点外，当咧做修复工程的城楼北边，劈到含铁架，被甘这落几若天的大雨，熊熊放起，加在无造成任何人伤亡。施工好一阵子，可是还是非常的压抑，吓了一跳。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沿系渗到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那国际受损，落大雨嘛，造成真侪所在淹水。永康区大林街一间自助的洗衫店，前一天才甲淹的水清掉尔，透早水阁淹起来，互业者买好无目屎。那连地交流道4块位啊，嘛因为大路积水上悬，路规个封起来。开始就在你中啊，阮内底已经入厝去啊。即摆来看东区的有益路嘛淹甲足严重，水淹到骹头有边仔停的轿车，车咧嘛淹半冷悬，互人较烦恼的是连地的三峡溪，因为大雨落袂停，溪水消无路，已经真挖爆花管，附近的徛家拢提心吊胆。都有超过半个小时很急，然后再停啊，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天意没办法。咱病院附近嘛，真侪所在淹水，北门区的金湖国小边啊，嘛互大水淹甲稀咧咧，拢无法度看到路。这阵气象署由原对南部发布大水好特报，着5万雨势落甲细咧，互淹的水有法度消出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南看山来看到高雄，讲到高雄这几天又还是落大雨，已经是落几年的1/3啦。这雨水量是真高，其中呢，这高雄观测站3港的累积雨量超过900毫米。市长陈其迈也讲呢，这高雄整体雨水量已经超过蜜蜡溪风台，接近开米风台咯。这大水雨唔但会造成北高雄来淹水，田寮的内安桥和国道10号这个燕巢路段也有这山架放落来。另外呢，伫咧南马溪的安泰街和前镇的公社路，这路基也拢互这水冲甲流去。其中这安泰街车路轨的落去，佮影响到边啊电宝溪的这个爆发。市政府是赶紧派人来遮加强灌浆。咱若讲到明仔载呢，这高雄市的山区包含着南马社、桃园、茂林、甲仙和六区，这雨量预测已经来到着停班停课的标准啦。怪兽在风雨当中，是透早到田寮大安桥一带咧乌，因为在暗地有10户差不多30人受困在头桥楼左段路的另外一边。田寮大安桥往大安方向路段受大水雨影响，23下晡放达头桥楼淹土，区公所紧急派怪手到场乌。内底头都要有30个啦，10几户的人住伫啊。在楠梓区的高雄站，这个是破了历史的纪录，测达567毫米。那累计3天的降雨量是913毫米。高雄连3天落大水，雨伫南马溪高雄车站双双拍破14点钟，累积雨量甲3天累积纪录。市长陈其迈指出，高雄整体面临超过马拉克风台接近凯米风台落雨水准，这大雨量也互南马溪安泰街一个航海路边至实在去严重崩塌，市府赶紧来修封锁线。之前就已经有部分侵蚀，只是说一直都还没有来去做施工。那这一次因为这几天的连续强降雨嘛，就慢慢陷下去了。放落地点看，电波溪进前因为包围风台受损的雨花，虽然已经提报在收工停，不过因为连日大水雨，和雨花路边路基冲空气，灾害扩大。边啊离开6公尺，一个主体大楼已经紧闭管10栋南马孔，同款被冲卡的路基，一个前镇公社路也伫透早崩塌。昨天晚上12点都是有积水，有点下陷，那有周边的里面拿3角水下去，没想到那么严重。早上到6、7点的时候，整就下陷下去。怪兽作业到一半，向柜台往溪内倒落，市府赶紧派机具去处理。不过附近路基技术和大雨冲空未堪得哩，机具差点也困在溪内。另外大水雨也造成国道10号东向燕巢路段一个边坎崩落。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机车规排多一位水内大水雨，不但影响交通，也和北高雄真侪所在自3开始严重淹水。其中永安一直到自时早起水才豆豆提起，永安甲永华等路段居民冒雨整理加远，民众敢若希望雨关紧停，唔通予损失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外口若准伫咧落大雨、淹水时阵，上好是唔通拍拍走。讲到这屏东的雨水，共款是一直拼落来。下晡呢，就一对老翁仔某骑奥多摆收载，经过这万新路的时阵呢，煞无细哩，因为这淹水跋倒，怎安尼先互大水冲去？目前警消人员已经伫咧倒数救了。这一段有水的，太强，然后司机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双载嘛，哈，双载。然后男的被冲进那个大排沟，往河流那边。那女的有卡到树。
警消相关接到通报了后，就把这落入落入去水内边的富人人救起来。不过这骑奥多派的查甫人目前是人含车拢失踪，也因为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水是真错漏，这救援人员才船艇是无法度落去，无法度斗3工，所以即马救援人员含无人机是沿着这步岸边底下斗超吹，海巡署的人员呢也伫咧水尾的东港溪出海口底下斗找人。讲到落大雨，这屏东的大雨已经落3工了，地区着嘉东、枋寮、东港、新园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其中这嘉东的运丰村一寡所在呢，水上盖深竟然有到胸坎遮尔深，若公所呢，敢若会当用这树林船来分这物资互民众。若枋寮的北四寮呢，有住户有原有装这水闸门，共款是淹水淹入去，所以变做是讲，因着爱行这窗仔门来出入。那过节因为落大雨放弃的万丹兴化瀑布花，早起也因为这大水雨搁再放弃咯。那旧太埔往到八山口的车路，因为山架有放无法度通过，公所是赶紧派人来抢通。那屏东的布袋、三地门顶、八个原乡，也有东港、枋寮、嘉东部分砖头，明仔载是停班停课。救护人员拖树林艇伫淹水的庄仔内行一阵仔，才行到通报救援的面街。几落个人做伙甲坐轮椅的长辈扛出来。受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屏东各乡镇虽然有抽水设备，不过强降雨地区抽水排水袂赴，也是互嘉东等真侪个乡镇日时拢传出淹水灾情。其中嘉东运丰村部分路段水淹到胸坎，救灾人员用树林艇载物资大家发放。因为大雨一直来，伫庄头的抽水机无够。大只拢抽袂离，一直抽，前站面抽到真嘛是拢安尼在抽，无多通抽到离。甲运丰村隔壁的盐运村同款有灾情，村民为了替厝的人摕药啊，撩水行伫巷仔路内，部分路段水淹到大腿悬。汽车伫这淹水的路段小心通过，第一线枋寮段部分道路刷变桃梅沟路，枋寮新良村往大林村路段也因为积水捌封起来。北细寮一带的住户准讲有装防水闸，水也是淹入厝内，居民只好赶紧将家具扛起来贴好悬。有人到树林艇出外，有人撩水行伫路里。东港中正路顶路段透早开始因为大雨，搁因为大流，陆续传出淹水灾情。不少路段拢有封锁线。东港大桥周边社区的车路哪亲像河，水搁淹入厝内，新园乡嘛浸伫水内。骑车经过港西川内路段，哪亲像骑水上奥多麦，连续落雨，互港西川水淹了搁退，退了搁淹。怪手顶山包甲布环贴落好，大水雨升长屏东真侪乡镇。6月底再因为大水雨风暴的万丹乡新化部布环，县政府提早蹲山包，也是无法度挡林路排水的水势又搁放弃。南边交流道周边平面道路因为淹水有封锁线，伫太埔乡的7站日开始3天累积雨势超过900毫米。旧太埔往登山口方向的路段山坪因为大雨崩塌路断去，公所举报了后，嘛找厂商来，希望会当伫日时抢通。记者采访报道。联合航空今仔日对台北飞旧金山 UA872航班早起起飞无偌久，这趟机场在1:05的时阵就接到飞行机的通报，讲要飞航。这飞行机顶头的乘客有听到机长的广播，讲这飞行机油压有问题。中昼11:57的时阵平安降落来，不过降落了后也发现讲这4粒链仔拢破去啊。联合航空日时早起按算飞旧金山的班机 UA872，锁定中昼飞航，在1:57出现桃园机场跑道，降落时阵水拢喷起来，为远远看过去，道边早起落架，6粒的链仔4粒变扁，因为链仔接压无法度拖走 ，UA872申请原地换链仔，了后各由专接车将旅客再回航下。他们是退关吗？好。根据乘客翕的机顶画面，气氛平静。乘客指出，飞机起飞了后，差不多半点钟，机长广播讲液压异常，爱在空中放油20分钟了后，搁回航。起飞延后1点钟，降落了后，搁等点外钟。机顶20岁机组员甲319岁乘客受影响。那卸个不够多，所以它落地的时候，重量过重，所以它换了6个轮胎。没有任何异常的状况，就是单纯就是机长有这样的宣告。
桃机公司伫11:05分接到联航 UA872通报回航，11:08分通知塔台航班11:57分降落了后，也请求地面人员协助观察状况。降落了后，咱好亲像是放冷。桃机公司解释，飞行机降落时阵温度伤过悬，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进行摄压。班机飞登来桃机了后，自动取消。目前来讲，那你们行程怎么办？我改了今天晚上180走。改180走。对。联航无对外正式回应，桃机公司强调已经照定数，将相关情形通报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等的关。飞行机飞行的正式原因，依然爱等运安会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某一间护理之家就互家属质疑讲有这菜花菌株感染事件，指控这照护人员伫咧环境卫生和感染管控拢有过失。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伊就讲因有去派人去查，也若今年2届稽查拢是有符合规定的，并无发现到菌株感染情形，也无违反到感染管控规范。这间伫新北市中和区的某护理之家，敢若表示花柳边菜花互相烧坏事件。一个40代的护理人，2023年11月大入去，却是伫今年2月较紧急挖到菜花，原来是因为感染，油脂功能恶化才并发症。今年5月不幸来过身，家属怀疑讲挖到这菜花恐惊毋若老母一个人，因为机构环境甲工作人员卫生无好，无做好感染管控。他换尿布，从一个手套戴到尾。那这个感染的人再传染到另外一个有伤口，这个确定不会感染吗？对此，新北市卫生局讲，确实有接到相关定情，不过因为资讯无够明确，第2摆稽查无发现有菜花互相烧坏代志。原来意思是提示讲，菜花是由人类连突病毒 HPV 感染所引发的，定来看到这个传染病。最后经由皮肤也是黏膜接触传播，初期症状是袂痛也袂痒，尾仔会伫生殖器也佫有尻川这所在。先说千分人食个粒吧，敢像咱一般将菜花小肉芽，若无治疗袂家己好，反倒等下继续恶化。全身的健康来讲，严重性是不高的，但是对于生活品质，还有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尽早发现、尽早处理。经本局现场查核，114年及115年各有1名菜花的确诊个案，目前并无群聚感染的情形。卫生局讲，虽然是有摕到明确画到个案的资讯、环境相片，也是其他相关事情的依法来进行查处，来维护民众就医甲照护品质。也若红点名的这护理之家是讲，相关的资料已经拢交予卫生局啊，袂过对媒体讲什么咯。记者综合报道。有护理师指控这护理长长期甲刁难，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说伊无成立来结案。事后呢，佫互人事记4届。佫互人记这4季的新界考绩也受到影响，质疑讲这病院是咧改算忠孝，要求卫福部呢就要重新调查。护理长刁难我的假已经不是只有那一次。赖小姐是金门病院的御用护理师，并不是公务人员。伊老目屎指控门诊部的护理长长期挑战伊排班请假，因为伊的爸爸中风，加上查囝破病，需要定期返来台湾看诊，向护理师也个护理部的主任来请假。说互伊无完成手术，互控制来处理，互伊压力是非常的大。一年来已经瘦34公斤，佮治着忧郁症。旷职的公文跟我说，我要自己回去准备，准备好之后交给他，然后交回人事。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份我要去说明我为何那一天会旷职。那赖小姐，这病院内底总共有7位的护理人员，找护士工会来斗3工。其中2个人向院方来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目前敢若剩赖小姐继续来做救济。工会表示，院方最后敢若通知霸凌无成立，无讲明调查的原因，嘛无提供完整的资料。事后院方阁以赖小姐休假期间去中国旅游做理由，改记4届的新界114年的考绩嘛向地做是1等，嘛无提供具体评判依据，质疑这是事后的算小。我们当事人是在我们工会的一个积极介入跟协助之下。我们的基本医院还可以这样子违法乱干，一直不断的违法，然后呢，告诉我们工会他们都没有违法。金门医院的霸凌事件我会请医福会，那么在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那么再来做后续应有的处理。
护士工会强调，金门病院是金门地区真重要的医疗的大条。当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因为申诉减去，或者是找工回来斗3工，都要安尼心内惊吓。受影响的唔若是刀工尔，更较可能影响离岛护理人员留任，也有医疗的量能。所以呼吁卫福部要成立外部的调查小组，重新启动工课场霸凌的调查，并且建立反报复也有公开监督的机制，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南港社会住体昨暗传出讲，这电梯歹去，2个住户掉伫内面，加在有顺利救出来。不过，这个电梯呢，已经唔是头一届坏去咯。就住户讲呢，这半年内面上无歹100摆。那市政府是讲呢，这回是有塑胶卡掉的，未来也会加强巡检。画面当中会当看到电梯发生故障，民众掉伫咧电梯内底，坐伫涂骹等待救援。代志伫咧台北市量体上大，1442户的南港机场社会主体发生的。消防局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将掉伫内底住户救出来，好佳在无人受伤。其实已经导致了大家对于社宅品质的堪忧，那甚至是有这种搭乘电梯的 PTSD。大家说现在搭乘电梯很像在赌命，而且还要找伴一起共行。其实南港机场社会主体电梯发生状况唔是头一摆啊，机关就指出有住户统计大一批半档内故障买100摆，除了要求台北市府改善甲会当安全使用，依照合约该罚钱的就爱罚钱，该赔偿的就爱赔偿，那需要换厂商就爱换。住户就听天由命了啊！像我们这个老灰啊，怎么办？心脏病呢？我楼下15楼就是他跟我讲说，像大怒神啊，他吓得人都发白啊。昨天好像有再维修一次，有时候会这样晃，嘿，那有时候停住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近应该有改善吧，因为我们这栋比较少听到。有住户就讲，电梯确实定咧维修，有住户认为电梯的问题有改善。针对23发生的掉电梯的代志，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是因为塑胶的物件才造成的。社宅自入住以来，电梯异常通报原因不一，包含设备异常、安全装置作动、供电条件及使用过程异物等情形，并非均属设备本体故障。本次议员关心案件是因塑胶异物造成。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社会主体拄碰的时阵，确实有较侪异常，会和相关单位检讨，其中有一寡部分甲供电的电压有关系。调整了后，异常的频率已经有降低啊。目前已经有加强逐工的巡检甲异常通报的处理。也若同一只电梯也是烧伤的原因一直发生，嘛要求维护的厂商进一步检查，而且提出改善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南部落大水雨已经造成灾情，这2天呢，这屏东的大汉山累积雨量超过728毫米。行政院长杜英泰下晡也和地方首长视讯正要灾情，也强调讲，就算这防灾勘灾经费受到总预算调整影响，中央有关会尽全力来支持地方。另外呢，这3点的风台也当日晚近咯，预告上近拜3就发布海上警报。台北市也讲无排除评估风台警备价。水沟挂掀开，用山跳甲头毛膏挖出来。台北市连续落尽雨，搁面临风台要来，市政府加强辖区内清除头毛膏嘛预先甲树尾做修剪，避免强风一日来造成灾情。市政府讲，根据上新资料，台北市陆上风台警报发布机会差不多6至7成，必须预先防范。气象署相关资料确实预测的路径都是朝接近台湾的方向，那我们一定是用最高标准，严阵以待。连续几天大水雨，地区南部、东部真侪所在积淹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拢总594位捌发生积淹水，目前剩较无100位，而且捌有18000外户停电，而是下晡已经9成复电。行政院杜英泰下晡甲地方首长视讯，听地方救灾需求。雨量还持续在大，过来这几天，尤其台风来，虽然来自北部，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提高各种的注意能力。这2天啊，屏东县大汉山累积雨量突破728毫米，高雄市楠梓区嘛挖近700毫米，屏东县太武乡、春池乡累积雨量拢超过680毫米。气象署分析，加大加强西南风的影响，嘉义以南甲东半部地区也可会持续下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南部地区局部都要严防大水雨等级以上的大雨。海峡这边这个西南风，以及台湾东边这一个
偏南风到东南风的这个强风轴的话，都还是落在台湾附近哦，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台湾附近的一个降雨情况都还算是相当的明显。那今年第18号风台沙丁里24下晡已经发展成强烈风台，持续往台湾北部海面挖近。那24早起形成的闪电风台，未来环流可能会并入沙丁里。气象署预估上紧礼拜3就会发布沙丁里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机会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在礼拜4跟礼拜5这2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根据国家灾害中心回警，各国对沙丁里风台路线预报愈来愈成。风台伫通过琉球海面了后往西南西移动。气象署分析，风台路线受到北方太平洋高压主导，也有台湾附近大气压大影响，离台湾外远也有变数，影响程度也无同，请民众爱持续注意风台的最新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区落大雨，高雄宣布今仔是停班停课，也是有一寡百货公司宣布是照常营业。真侪员工就批评讲，拢无伫咧要义员工的安全。那市长陈其迈是讲，希望雇主就要注意劳工的安全。那准因为这员工饮水无倒来上班，就要互伊请假。民众也予山排队照顺时进入百货公司，因为大水雨，准高雄市政府宣布24停止上班上课。高雄汉神两馆也是宣布照常营业，梦时代嘛同款开馆。今天风雨这么大，你不担心吗？不会，因为在室内，我想说没差。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人身安全，确实如果不要开会比较好。外口落大雨，内底嘛落小雨，涂骹坑大细卡水桶直接水。入来百货公司室内，会当看到部分专柜围起来坑，因为政府公告停班停课。暂停营业的告示牌，不过正常营业的专柜员工是一定爱落雨嘛来上班，互袂少专柜小姐真生气，批评无看重员工的安全。雇主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员工的安全。那如果员工不能上班，那雇主应该要准予同意。他请假。劳动部嘛讲，天然灾害发生时阵，非必要，雇主无应该要求劳工冒险上班，还是出勤。那因为业务性质，确实有必要出勤，必须经劳工同意，并应该负担通勤协助甲安全维护责任。首先还是希望雇主以这个劳工的生命安全为重要，所以天灾事件发生的时候，劳工原则上我们会希望不出勤。那不出勤的时候，雇主不能视为旷工迟到，或者是强迫劳工用事假或其他假别来处理。呼吁雇主能够考量台风假、豪雨假，其实它的一个比例并不高嘛。那能够在劳工不出勤的状况之下，也能够给予薪资照给，这是我们所期待。全国产业总工会呼吁，因为极端气候，未来大水害的状况可能会加速常态，建议政府应该事先做好相关配套的措施，保障劳工权益。当地方政府宣布风台假，也是大水雨假的时阵，也希望雇主会当考虑劳工身心的安全，会当尽量避免让劳工出勤。记者采访报道。这几天落大雨呢，这台湾各地头的水库差不多水是低甲要甜啊。到24下晡呢，这石门水库、新竹宝山水库拢已经是甜咯。那南部的闸门水库伫中昼的时阵也拢甜啊，开始调节下水。高雄阿公店的水库也因为水伤过甜，有伫咧调节。南北的水利单位拢表示，会继续监控落雨、水位也个水尾的河川状况，随时来做这水量也个水库的操作甲调整。大水冲过桃园、石门水库、洪泛土沙、崩坑出水口、水声轰轰叫。风台山顶里也未来，全台湾真侪水库拢灌甲饱。到24下晡，石门水库加新竹宝山的2座水库脱水量拢已经有100%了。我们透过我们的 PRO， 还有包括我们的排洪隧道，在进行相关的放水。现在目前今天下午2点来讲，我们的入流量差不多每秒120立方公尺的一个水量。那我们是用每秒2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水量在做放水。北区水资源分署讲，会看落雨也有入水量变化，随时来调整石门水库操作，有流有够的防范大水的所在。那因为山顶的风台可能带来落雨也有大水，那北部南台湾更加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也有西南风影响，连续几日天是拢落大雨。
全台湾规模上大的三木水库，日时中昼就100趴的满水位，并且伫暗头6点顶下就进行调节性放水。迎接南化水库更加是2夜就已经水满满，自然又流出来。伫时时加开防范土山的这个泵坑放水排沙。另外，高雄阿公店水库日时下晡更加用上悬每秒90立方公尺来排水。只要我们这个监测到下游的这个桥梁水位有警戒的状况，那我们会还是会再把这个放水量降低，那留一些水在水库里面。其实每年6月底到9月70大水库期间，阿公店水库反倒当未进行脱水，备好这段期间的真多的大水，也有土山会使直接排入海。这摆因为过来讲大水库，阿公店水库伫日时下晡观测到84%趴以上脱水量。南区水资源分署讲会继续监控下游的水位，也有水库，也有偌济所在会使来渡水，随时调整放水量，确保水库也有大水库会使流入来的所在，同时也避免造成这个下游河川负担伤重，引发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今早起呢，河北检乌金专组主任检察官带队去敲差不多6点钟了后呢，就甲陈雪生的小弟，也就是办公室主任陈雪怀和办公室助理秘书等3人带走。北检证实讲，陈雪生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但诉讼执行到一段落，才会对外来说明。早起9点外，北检乌金专组主任检察官詹永岭带真侪调查局人员来到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由詹永岭2月才搜查起诉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引发大家关心注意。期间人员齐摆出入，也包含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陈雪生小弟陈雪怀。今天这个案子是跟去年周刊报道的有关吗？目前搜索进度大概是怎么样？这摆6点钟了后，检调人员甲最少的证物提走，并且甲陈雪怀也有办公室秘书甲助理也拢带走。也立法院是讲，经过检方通知，派人陪同来配合，对详细案情拢唔知影。我们就照既定程序处理。整个的司法调查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强调有多少证据你就办多少案。那如果证据不足或者是配合选举来做的一个司法操作，我想大家不会接受。民进党党团无从去做评论，涉及到司法，尤其侦办中的案件其实勿往勿重啦。74岁陈雪生，1996年当选国大代表了后，开始伊的政治路，当选过2届连江县长。更加做过4届立委，伫马祖政坛有真大影响力。北检证实陈雪生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这案件，敢利用亲戚朋友诈领这助理费，接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的不正利益，已经搜查包含陈雪生住的所在甲相关的海运公司等35个所在，并且通知27个人到案来说明，正是继续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和劳工上届有关系的这上架工资，这上架工资审议会上近9月来举行。外界预测讲咧，这116年上架工资可能会调5%，有机会对29500调到39975块。那准是算点钟的呢，有机会对196起到206块。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呢，这上架工资那阵起，对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讲拢是无感觉的。电脑会予呢做遐尼久，有关领3万外的员工有压力。最低工资连续10年调悬，不过唔是所有劳工拢有好处。根据主计总处调查，去年各年龄的薪资差距，未满30岁以下劳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较无32000块，30至39岁劳工虽然已经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不过多数人的经常性薪资中位数煞领较无4万块。就是文科的话，可能就只有3万多，就是会比较省一点。我觉得在台北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我之前有在高雄工作过，那高雄是比较难找到超过4万的。因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上紧可能伫9月讨论，外界预测116年最低工资调幅可能有5%。月薪可望为29500块，调悬了后会有30975块。时薪可能为196扭悬到206。因的专家表示，基层甲社会新鲜人起薪，可望因为基本工资调悬会踏悬。不过对工作几多年的员工来讲，可能会烦恼薪水。谈进来的时候呢，薪水就是可能落在3万出头了，但紧接着可能接下来也不会动到他们的薪资，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是看得到吃不到的一群。时薪尽量能够2-3%以内，不要幅度那么高的，变成会来聘请月薪的，不聘请
实心的。观光旅馆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罗正也表示，会当接受基本工资条款，不过受惠族群拢以义工为主。以现阶段来讲，要以3万块请到本国劳工请较袂着。另外，主计总处公布7月就业人数拢总有1165万1000人，月增1.4万人。主计总处讲，7月的就业甲失业人数拢有增加，不过伫失业的部分扣除季节性因素，失业率并无变动。服务业7月增加16000，主要增加在医疗保健及社会工作服务业。业内专家指出，若是企业敢若调关新进员工的起薪，却无同步调整即卖员工薪水，可能会出现薪资公平的问题，较会引起资深的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降低，甚至离职。记者采访报道。柯尚辉教授，互人叫做是台湾现代音乐之父，伊也是民歌采集真重要的推动者。伊对1964年开始做地下调查，甲893,000条的台湾传统歌谣录音起来，开创台湾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今年也是这柯尚辉教授别逝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算9月开始呢，要举办纪念音乐会，纪念这位台湾民族音乐加艺术文化的守护者。这首小提琴的独奏曲《流线调》是音乐家柯尚辉在1991年对台湾的传统戏曲所改编的经典作品之一。甲台湾本土的音乐元素结合西方古典的乐器，对本土的文化甲民间的音乐吸收养分，再搁结合现代作曲的方法。团结中心表示，柯教授上大的贡献，就是为台湾建立有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他最重要的是，他热爱台湾的本土，以呢甲台湾的本土的音乐特色，好本土的日常生活，好会当呢用西方的音乐、现代的音乐来呈现出来，互呢台湾人听到家己台湾的音乐，嘛互世界看到台湾的音乐。团结中心也表示，柯尚辉教授是台湾现代音乐家启蒙的导师，也是民歌采集重要的推动者。伊对1964年开始田野调查，甲将近3000首台湾山地甲平地传统歌谣拢录音起来，开创台湾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之路。10几岁的时阵，我足爱音乐，我看音乐杂志、报纸。有足侪柯尚辉教授的消息，伊讲大家爱写台湾的音乐。今年是伊别逝25周年，为着感念这位台湾民族音乐甲艺术文化的守护者，团结中心也宣布，甲高雄乐团、国乐团、合唱团等大家团队合作，打算9月开始，伫北中南推出纪念音乐会，用音乐听台湾，也感受柯尚辉教授对台湾的爱。记者郭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台东对23暗时到9时早起，各地头也拢传出着这淹水灾情，尤其是台九线南回公路拢伫遐淹甲真严重，这落雨仔暝呢，拢冲入去邻家厝内面。另外呢，这太麻里的沙仑村有一寡居民特地去到活动中心。也若讲到南苏这2天的环岛公路一寡所在也淹水，骑车的民众险险是掉伫咧半路。南苏地区23号规天的大雨，日下雨有小可长雨。不过南苏环岛公路部分路段这2天啊拢出现积水，山壁落落大雨，哪亲像水墙，过路骑机车人差一点嘛掉着。乡公所表示，已经派厂商清除路面土石，加强排水。都可以通行，但是都有土石啦，可以清的我们都立即有请开口契约厂商清理。这阵大水雨，台东县渭南到北仑传出淹水灾情，太麻里乡山区道路拢传出土石淹到路面，警方马派员警协助撤离毒气流人。金龙村互人列做土石流红石警戒区，过道了后50-60个山区居民拢撤离到活动中心暂时安置。我们在金轮的活动中心也开设了这个收容处，然后也准备好了物资跟我们这边的浮会船。台九线南回公路青海路段山壁嘛出现3条水墙，大水嘛甲土石冲来车路，造成部分路段单线通行。伫路边的主体也因为大水来得伤紧，流入来厝内，居民赶紧走出来清水沟啊！什么时候开始淹的？
刚刚有前面1个小时前。台中市部分地区嘛发生淹水，通往台东火车站的京城北路596巷，为23开始淹水，到24日时还未退。大学路并高道附近嘛因为排水未赴淹到车路，台东市区主要的道路中华路部分路段积水半顶悬，民众讲这阵雨来得紧搁大。这次很严重啦。下晡南势的雨小可转好，啊，毋过大武乡大武桥甲金龙桥的水位呛悬挖进桥面，乡公所已经有封锁线管制通行。另外，龙水署针对太麻里、美南甲延平乡山区，拢总有38个山区地点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提醒当地居民先暂时撤离。记者采访报道。中华的珍珠芭乐今年因为这气候反常，产量减去一半，这产地价销一斤已经来到50块了。最近佫得了大雨，农民就惊讲，若阵到时风台到位，时到芭乐的价销恐惊佫再冲悬。落雨天涂骹澹漉漉，农民赶紧到芭乐园巡视。中华是珍珠芭乐的重要产地之一，但是今年因为天气反常，产量减了一半。去年同期产地价销一袋斤大约10外块，这阵已经起到40-50块，农民就惊风台过来扰乱。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应该来到50、60，这个已经天价了，已经天价了哈。受到低压带加西南风影响，中华嘛开始落雨，台湾附近阁有风台咧挖紧，农民加强排水等等的防护措施，希望莫出现灾情。另外，伫市场方面，业者表示，有的农民为着调节产期，甲芭乐花采掉，这段时间芭乐产量少，若拄着风台大雨出现灾情，芭乐价销可能会阁起价。迄7月大家拢采花掉吼，啊拢要等到产期比较延后，所以7月拢无芭乐。看产量，看天气，如果是在致灾性的迄个哈，一定价格还会再上扬。农民表示，这阵珍珠芭乐因为产量减少，价销比去年同期悬出真济，佮加上台湾这阵仔天气真无稳定，靠天食饭的农民敢若当做好防护措施，希望风雨莫带来灾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庄有一个查甫人拒绝临检，佮塞车趟港，甚至呢想要来弄警察。警方连续开6枪，这个驾驶呢轻砍着枪，这伫边的查甫人也受伤，送病院治疗。落尾警方伫车顶超到毒品，这个驾驶可能是食毒塞车，究竟是什么原因？佮要详细调查。白色的车驶一匹无尾巷，看无路通走，凶凶捌去弄警察。警察迅速闪开，惨惨就为车门甲链仔开6枪。哎，你要撞我哎！我搞错，撞我们警察。警方开枪控制混乱的场面，嘛造成驾驶座查甫人轻砍着枪，副驾驶座查某人骨折，经过送病院治疗，目前拢平安。警察一办案办很久，一滴叫伊就出来，伊唔出来。我在睡觉，然后我想说，谁在那么晚无聊放鞭炮，我就起来看一下，就是听到嘣一声之后，才开始有开枪的声音这样子。昨暗开枪的声传出来，在地住户嘛惊到，等来到现场，伫咧新北市新庄地面，阁有车壳的碎片，相当的警察车嘛伫咧遐。因那这件代志，涉案的47岁姓周的查甫人，伫咧在40岁姓高的查甫人，经过双红路，因为等红灯的时阵，对着机车停单区，引起警方的注意。不过伊拒绝检测，直接走咧弄，刷落来，阁挑一个弄警察。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刷尾警方伫咧嫌犯的车底抄到新的甲用衰毒品，初步检验是2级毒品依托米酯，所以怀疑嫌犯有食毒塞车，也毋过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伫咧美国的内华达州西北部呢发生着森林野火，这野火呢火势烧真紧，一声就烧到昂波托伊阿比国家森林公园内面，上部有5000公顷的林地含几落动静家厝烧起，造成6个人受伤。那当地政府表示讲，这场野火是人为引起的，当地政府也针对着瓦肖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甲9万人撤离。
大火一直拖烧，因看到不少消防人员提沙条来回伫火场内底，想要挖出一个防火线。美国来华德州西北部当地2日发生野火，伫强风加大潮气候影响下，火炭烧甲真紧，烧一天一暝，烧到风暴土伊野比国家森林公园，至少烧掉5000公顷的林地。不少民众包括款款的赶紧离开徛家。It was horrible. Trying to get up here, trying to go to the house, just trying to get stuff for me and the kids. Yeah, it was pretty. Did you actually see the fire? We did. What did it look like? It was just really foggy. It just looks really bad. 来华德州政府讲，火烧真紧阁真大，消防人员当时也未赴赶到导火所在，大火就已经烧到消防车附近，消防员只好赶紧来撤离。有消防车部分的徛家，互大火烧着，也造成民众甲消防员受伤。来华德州州长隆巴多对火炭甲真紧的瓦小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共动员大约800个消防员，并且调动来华德州国民警卫队，派出2架直升机，也有60个士兵对空中斗3工来拍火。Oh my gosh, I'm still scared to death. It's like, you don't know if the winds are going to shift and it's going to get worse, so you're just kind of, I got all my stuff in my car and in his car. 看现场情况，州政府初步研判，这场野火是人为造成的，由火无法控制。当局车包含来华德大学附近徛家，大约900名民众撤离，也提醒民众讲，必须要做好撤离几啊天的准备。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非洲西部国家几瑞亚有一个大型粪扫山遭熊熊放弃，这大量的粪扫拢冲入去人家厝，尚无造成30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目前也搁伫咧搜救当中。救护车赶去事发的地点，民众协助甲伤者扛上车，真侪人也是唔敢相信，这座累积真侪重的粪扫山，落尾竟然跌死几60条人命，而且真侪人是伫咧协助救援的时，互第二届的帮力抬起来的。Quand les jeunes se sont mobilisés pour aller là-bas, il y a eu un deuxième glissement maintenan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parties là-bas pour secourir, ils sont tous restés dedans. 这场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8月23半暝2点外，因为几内亚目前拄啊好时雨季，连续受到严重大水河的侵袭，雨水直直强，互这座蹲真侪冬的大型粪扫掩埋场结果放弃，大量的粪扫对土石瞬间规个平落来，甲下底的铁道甲徛家拢抬起来，真侪民众当咧困，根本袂赴逃生。消防人士强调，差不多1冬前，因对政府提出警告，必须要赶紧甲这座上大型的粪扫掩埋场关起来，若无总有一天会出意外。Donc du coup, ce qu'a fait aujourd'hui cet éboulement, moi j'accuse l'État parce qu'il n'a pas pris les mesures pour que la décharge soit fermée. 几内亚政府已经动员军队甲重型机具透明搜救，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几内亚总理也来到现场，不过真受人口舌甲心肝疼的是，政府原底伫出代志迄天要正式甲这座掩埋场关起来，而且进前也已经甲周边的居民发出撤离通知，没想到伫咧关进前就发生悲剧。这座粪扫山伫2017年也捌发生过类似的崩塌的事故，而且造成10个人死亡。公视新闻景文庆编译。美国和伊朗的局势也无明朗，这韩国的中型货柜轮“环星航道号”已经伫咧当地时间2日暗时离开釜山，拍算要通过着这罗西亚北平，行这个北极海航道去到欧洲。不过这欧美呢一直咧制裁和抵制北极海航道，敢会当伫咧中国和罗西亚之间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会当通过，甚至变作是商业化，这部分有关是有变数的。韩国当地时间2日暗时9点半钟下，装载了2758个 TEU 的环星集团所属的货柜轮“环星航道号”慢慢离开釜山港码头，展开这场伫航运甲地缘政治上充满实验性质的旅程。所谓的北极海航道是指伫全球暖化影响之下，北极海冰层氧气所空出海域，用个连接北欧、西欧，也有远东各国，是即阵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苏伊士运河航道以外，近年来所兴起的海运新的选择。根据路透社引用估计，对韩国釜山到西欧各主要港口，若是用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来回航程大约70天，也若是行北极海航道，敢若需要40到45天，用个节省真侪时间甲成本。同时，有这个北极海航道是挖罗西亚北平海域，罗西亚方面会使收真悬的通行费。特别是即阵伫中东局势紧张，红海甲苏伊士运河航道面临伊朗外围组织封锁，罗西亚更加是积极来向各国推销。
不过看起来节省时间甲成本的表面之下，北极海航道是面临地缘政治围堵的严厉考验。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实施的真侪制裁内底，就包含禁止对任何甲罗西亚往来航商承担保险。因为欧盟对航行北极海可能造成的环保问题更加是真计较。另外，伫技术上，北极海的自然环境敢若适合转运天然气船只，也佫有线绳货轮，无适合大型的货柜轮。就算是反起风图这款的大型货柜轮，船长以下船员也需要这个特别的证照。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伫即阵地缘政治山边徛的这个常理之下，行真西方路线的韩国是有政府出面支持航商进行北极海的试验航行，一定会冒着互欧美真无欢喜的风险。也毋过对历史经验来看，韩国伫半世纪进前的朴正熙时代就西过欧美开始布局北方政策，美也伫陆太武年代甲前苏联甲中国建交，也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严厉制裁下，依然有 LG 电子、现代汽车这航商维持伫罗西亚的营运。中央日报认为，反起风道后，货柜轮的破冰之路，依然有机会伫长时间开创韩国海运业的新商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北京当咧举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虽然有10个国家参加，不过其中有96趴拢是中国制造的，其中有一项走100米的走标比赛，中国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咱人100米走标的世界纪录。现场的观众安尼大声喊休，人形机器人先冲过终点，成绩是9秒39，打破加马加底走名将普迪伫2009年柏林世界电竞锦标赛9秒58的世界纪录。啊，那会前的练习赛，各别的机器人走出9秒32的世界纪录。正式的名号做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场赛事其实是各国来展现人形机器人研发成果的盛会。10外个参赛的国家当中，地主中国的机器人就占96%的参赛名额。自开幕的运动员进场到各项的表演，全部拢是机器人咧做的。厂商的工程师是拢伫边仔陪陪安安，密切来观察家己岛的产品表现了如何，嘛随时来做调整，也阁有修理。就亲像人类的运动会同款，这场的机器人运动除了电竞，也阁有球类武术表演。啊，那机器人伫咧顶悬犯规，人类的裁判同款是会发出黄牌警告。我们国内的机器人发展实际上是比较晚，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发展比较快。像我们现在的语数机器人啊，从经济上以及其他的，我感觉全方面的发展都比较好，而且能大幅度提高我们国内整个机器人行业，甚至说会带动其他的一些行业同时的来发展。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就讲，中国大力来推测机器人的研发，重点就是放伫咧这甲人工智慧会当来小甲小牵成。不过依照目前的发展模式，有关是由政府出钱来牵成机器人产业，也有训练中心，并且由训练中心付机器人的费用，研发业者则搁向训练中心来买资料。啊，不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有投资的基金的意见认为，政府伫幕后咧牵成这款的发展模式，敢真正会当带动机器人的需求，吸引民间的资金，这是也阁有基本的。就亲像伫咧比赛场顶悬的机器人，若是跋倒啊，是无法度家己徛起来，需要有人伫边仔用软桥甲扛走，显示机器人也阁有规个产业，也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